讲到当年冬季前后是掠这野生乌鱼的时阵，不过今年寒冷的温度有较悬，野生乌鱼无介济，煞使着渔民出海等要到2礼拜，总算趁即阵冷气团落南的时阵，伫台湾的外海掠到头一批回头乌，大概有2500多尾，比去年是加正大尾。渔民伫船顶收网仔，一尾一尾大只佮肥的乌鱼，是中华渔民今年头批掠到的回头乌。为少知影消息的民众，提早到渔港等候。8只有啊，啊，逐年拢有来啊。今个 FB 有看到伊顶有讯息讲顶有掠了头批啊，来望看卖啊，看卖今年掠了安尼。乌鱼一到位，渔民无用落货，看到现破现台上正乌鱼，民众随挖过去买。当年伫冬季前后，是乌鱼会游来台湾海域生卵的时阵，因为今年较慢寒，中华渔民出海等2礼拜，才趁这波冷空气落南的时阵，掠到今年头一批的野生乌鱼。伊个妈祖的东涌但已经15天的时间才掠到，所以其实嘛已经算足晚的。阮真心是估计讲今年的乌鱼应该掠到可能会到过年后了，因为即马天气暖化的关系，所以无法度讲像以前安尼看冬季前后的时间来判断。渔民表示，因为气候暖化，掠乌鱼的时间愈来愈歹按算。虽往今年较慢掠到乌鱼，但数量袂少，大概有2500只，甲去年比加真大倍。这一阵大丰收，预计会当有正100万的收入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